位小朋友，又到咗星期六啦！小朋友，你哋見到啲乜嘢呢？係一個男孩子。咦，佢昂高頭望住天空，有一啲好離奇嘅嘢喎，藍色一嚿咁，係乜嘢嚟嘅呢？再睇下佢手仔擺後邊，點解佢會咁拘謹嘅？唔通佢做咗啲乜嘢錯事？呢一本書個名叫做《和大象一樣重的謊言》。謊言即係講大話。哦，原來佢講大話，咁點解又會同大象有關呢？不如我哋一齊跟住去睇下咯。呢一本書嘅作者係提利羅伯埃克特，繪畫係艾斯代爾敏斯，翻譯係翁婉瑜。睇下呢個男孩子嘅側邊仲有個足球喎，唔通呢個故事又同足球有關？我真係好想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啊！咁就不如問下佢啦。我平時踢足球好叻㗎，但係嗰日嘅下午，我喺花園踢足球嘅時候，卻係將個球直直咁朝住廚房窗戶嘅方向踢咗過去。窗戶嘅玻璃碎掉咗啦。爸爸走到去門口，佢非常之嬲啊！呢個係咩一回事啊？盧卡斯，廚房嘅窗戶係咪你整爛㗎？爸爸睇起嚟就嚟激到爆炸啦，所以我唔敢同佢講真話。唔係我啊，係艾利諾做㗎。小朋友，盧卡斯講咗啲乜嘢啊？係啊，佢講咗一個大話。我只好用手指指住妹妹，一邊回答住。你哋估下佢咁做，結果會係點？艾利諾，爸爸好大聲鬧，對佢咁講：你睇下你做嘅好事，你居然將廚房嘅窗戶打爛咗，罰你1個禮拜都唔准食點心。我乜嘢都冇做過。艾利諾為自己辯駁住，但係爸爸太嬲啦，根本冇將佢嘅話聽入耳。雖然我成功咁讓艾利諾幫我孭咗呢隻黑鑊，但係我卻一啲都開心唔起嚟。尤其是係到咗食點心嘅時間，我妹妹一啖都冇食嘅時候，我嘅心情更加差。小朋友，你哋估下艾利諾嘅心情係點樣？我講咗一個大話，感覺好差。嗰一晚，我雖然瞓喺張床度，但係完全都瞓唔着。自從講咗個大話之後，我就覺得好似有啲嘢壓咗佢個胃度咁。係咪嗰個點心嘅緣故呢？畢竟我將艾利諾嗰份都食埋落肚啊！我一直喺度諗被無奶嘅艾利諾，覺得佢真係好可憐啊！隔咗一日之後，我覺得我胃上面嘅重量仲仍然係好沉重啊！我估嗰份壓住我嘅重量，並唔係因為我食咗嗰份點心啊，而係因為我講咗個大話。我講嘅嗰個大話就好似一隻大象啊，唔理我走去邊一度，都要孭住佢走嚟走去。喺學校嘅時候，大象就坐喺我腳上面，我根本都睇唔到老師。食午餐嗰陣，佢仲佔咗我好大嘅位置啊！我根本都冇辦法食飯。足球比賽嘅時候，我最好嘅朋友傑瑞米居然同我講，我今日踢足球踢得好差。佢難道唔知道我身上孭住一頭大象，仲要踢足球跑嚟跑去，有幾難啊？而家我腦海裏諗嘅只有一件事，我要點做先可以甩掉呢一頭沉重嘅大象呢？
我有諗過將佢留喺學校嘅廁所㗎，但係睇見佢好難過嘅樣子，我冇辦法讓佢孤零零咁成晚留喺呢度啊。所以我只好將佢帶返去屋企啦。艾莉諾真係非常非常鍾意食點心㗎。佢望住媽咪做嘅朱古力慕斯嗰陣，佢嘅眼神就好似見到珍貴嘅寶藏一樣。睇住佢咁可憐又難過嘅樣子，你哋估下盧卡斯想做啲乜嘢？我終於都忍唔住話俾爸爸知啦。其實係我用個波打爛咗廚房嘅窗戶㗎。喺我話俾爸爸知真相嘅嗰一刻，我身上嗰隻大象竟然消失咗啊！我嘅心情終於都放鬆啦。而家輪到艾莉諾覺得個肚子痛啦，並唔係因為佢講大話，而係因為朱古力慕斯啊，佢一個人食咗2份啊！呢一個故事講出孩子喺講大話嘅時候嗰一種心裏邊嘅難受、承受壓力嘅狀態，以及大人對孩子闖禍時嘅態度，會影響住孩子係咪敢於承認錯誤。盧卡斯一開始講大話嘅原因係驚爸爸嘅情緒，避免可能受罰嘅結果。但係呢一個大話，結果佢係將呢一份懲罰轉移到佢妹妹嘅身上。呢一個大話除咗傷害咗妹妹，亦都破壞咗盧卡斯同妹妹之間嘅信任同埋感情。盧卡斯對自己唔誠實嘅沮喪，同埋對妹妹嘅愧疚，都成為盧卡斯內心自我嘅壓力，就好似背負住大象一樣嘅重量咁。每一個大人、孩子都曾經講過大話。呢一則故事帶我哋感受到主角講大話之後嘅不安同埋內疚，亦都讓我哋睇見講大話對一個人造成嘅傷害。讓孩子諗一諗，換轉被傷害嗰個係你，如果自己俾人冤枉，平白無故咁受罰，係咪會好嬲呢？讓孩子練習同理心，衡量下一次講出嘅說話。最後主角都忍唔住向爸爸講明咗一切啦。誠實以對嘅行動不僅解除咗自我嘅心理壓力，仲修復咗同妹妹之間嘅情誼，更經驗咗一次寶貴嘅生活經驗。係時候睇下讀者來信啦。有一位男孩子叫做日希，佢對方大同嘅著作《艾美夢遊金磚的秘密》有啲回應喎。佢話呢個故事好好聽，同埋我把聲好似婆婆啊。當然可以啦，小妹妹，呢啲磚都係非常特別嘅磚嚟噶。佢話你好叻啊，可以一個人扮演咁多把聲。多謝日希嘅欣賞，我會繼續努力噶啦。另外一位讀者呢，佢係對吃胡蘿蔔的7種方法有啲回應噶喎。佢話今年呢，佢冇喺小學嗰度做講故事媽媽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佢都會同小朋友分享呢本故事噶，係一本好書。今日就分享到呢一度，下一條片會分享我喺台中租借旗袍嘅初體驗。歡迎點讚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，拜拜。